大嘅好，我係阿 Boo，咁我係一位排球中佬啦。咁相隔20年之後，我重新打翻排球咧，我係超開心嘅。咁我而家即刻嚟評論下阿 Boo 嘅球技啦嚇。好，咁而家睇到阿 Boo 咧就舉高對手啦，咁攞個格拉底香一香對家啦。但係留意翻喎，而家 FIVB 係 update 咗咧，發球方嘅隊友嘅手唔能夠再舉高個頭啦，只可以咁樣。好上手發球，而嗰陣時爭啲啦，好普通，冇乜威脅性。而家飄啲。喂，呢個嚟啦！哦，扣到嘅呢球係，哦呢球先係啊！哦，殺落網，繼續。嚟啦嚟啦！哇，隊友個一傳 OK 啦！哇，10波後二，打空氣。呢個一傳啊，還好啊，還好，2米咁樣，識得打高。好嚟啦！有來回球。接扣。還好掂到，但係送喺3米辛苦死 set 好接女同學嘅扣球，都還好還好，因為我打男女咩？係呢個，哇！上手接一傳反出去後面，但係我想講，我覺得自己好叻㗎啦，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係一啲上手都唔用，我重新出翻嚟打咧就逼自己上手點都要識咯，係咯，逃避咗20年㗎，咁繼續努力好啦，拜拜。